我哋身處喺一個充斥住各種昂貴抗衰老產品嘅世界，而呢啲產品往往只會為我哋帶嚟失望。但係有另一種抗衰老嘅方法係非比尋常嘅，呢個並唔係你熟悉嘅口部膠囊。呢個方法嘅目的係支援你身體內部嘅天然機能。當你環顧四周，將會發現身邊嘅人經常為咗一啲短暫而唔持續嘅解決方法而付出高昂嘅代價。呢啲方式經常會將過量嘅外界成分注入你嘅身體，而並唔係支援同促進自己嘅生理機能。要知道，身體機能天然存在住種種機制，可以幫助你抵抗衰老，而且令你重拾活力。關鍵係要支援你身體嘅呢啲機制，就好比保護你嘅財富資產一樣咁重要。所以如果可以輕鬆咁得到青春嘅方法，你會唔會選擇要呢？如果呢個秘方仲要好科學嘅呢？新興科學表明，幫助抗衰老嘅天然化學物質一直存在喺我哋嘅體內，而我哋依家終於識得點樣充分咁利用呢啲物質啦。產品中嘅特強天然植物成分可以促進身體嘅生長激素增加高達800%，為你嘅青春重新定義。透過使用我哋專有嘅透皮微劑量產品輸送技術，令你體內抗衰老機制嘅齒輪重新啟動。咁樣意味住優質嘅睡眠、充裕嘅精力，同埋預防肌肉量流失等等。如果呢個方案可以促進你打破現時嘅身體狀況，你會唔會選擇嘗試呢？今日就係你選擇更高生活品質嘅一日。